内政部公布，这税厝市场统计资料，六都租金的中位数，这新北市已经来到12600，全台湾上介悬。不过，若从以这行政区来分呢，依然是台北上山上贵，租金的中位数来到15500。第二坎则是这新北的泸州、五股、十字干那口，租金的中位数拢有15000块。专家认为，讲这新北市这几年呢，这捷运的路线愈来愈完整，刷入来人口也变多，才会带动这租金起悬。新北市泸州运动中心附近拢是新大楼，市区围除了幼儿园餐厅，也有便利商店、生活机能便利。当地租金行情一直起，以这个位置21楼的29平徛价物件为例，2房2厅贵租3万6。为外地住伫泸州的叶先生，原本想要细厝，最后决定直接买厝。原本是考虑租啦，可是后来因为这租金，其实对于新北来说，泸州大概又涨了，从以前看有到15000到现在25000、3万的都有。新北市很多地方房价都上涨，泸州这边也是。对。内政部根据到今年3月30日有关有效的租金补贴租约资料进行统计分析。那以中位数来看，六都中以新北市12600第一，超过台北市12500。桃园1万是第三，基础意思是台中8000，高雄7500，台南市6500。进一步以行政区分析，北市上山区中位数15500上悬，新北市泸州、五股、汐止、南口拢是15000，并列第二。专家分析，新北市最近几年新建案多，租金相对较悬，加上部分区域是新开发，需求就会更较大。新北有一些区域，因为整体的升级跟发展的关系，会带入了一些新的外地人口、新的公司聚集的区域，那自然而然的话，它在周边的需求带动之下，也会让这个租金的行情呈现一个相对比较强势的表现。部分它可能所得较高，或者是县市上它的因为受限于他们的那个一些限制，它可能没有来，就是没办法申请。可是这个就样本数来讲，它其实已经蛮足够的。对于外界质疑，统计是以租金补贴资料进行统计，无申请租金补贴的租金可能会更较悬。内政部表示，因为统计资料有47.8万笔，也包括全国大约8城辖定市区，大家甲市场行情符合，希望会当互租金资讯更较透明。记者综合报道。